如果呢個一嚟咪佢不定打到幾十次啊，醫生有推介嗰啲藥，亦都係咁樣嘅情況啦，好似個西藥咁樣。如果你嘅腸胃有問題，你冇去好好咁樣改善係咪？可能有一日我會中胃 cancer。Hi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dam Chiu， 今年68歲，嚟自吉隆坡。因為我自己本身係有打嗝嘅，10幾年入邊我打嗝，呢個打嗝係咪造成我好大嘅困擾？哎呀，我每次係咪？如果呢個嗝一嚟咪而且呢個係咪？佢唔係打1次2次嘅喎，佢不定打到幾十次啊！哇！我不定咁樣打嗝，哇！造成我真係好大嘅困擾啊！你俾呢種咁嘅嘢存在身啊，你真係好逼切㗎，會啦，會好擔心，而且日日覺得幫朋友傾偈嘅時候咪，你會咁樣嘅動作啊，你一味打嗝啊，好似造成好唔好啦。當你唔舒服嘅時候咪，你第一個諗到就係醫生咯，而且都做過2次嘅胃鏡，但係胃鏡嘅報告出嚟咪，我嘅胃一直都冇問題，好好啊。醫生有推介嗰啲藥，所以我就有食嗰啲藥啦。當你冇食嘅時候咪，佢就會嚟咯。我仲有另外一個好傳統嘅方法，我就中薑汁咯，中咗啲薑汁咪，我攞去煲水飲咯。亦都係咁樣嘅情況啦，好似個西藥咁樣，治標唔治本咯。如果你嘅腸胃有問題，你冇去好好咁樣改善係咪？可能有一日我會中胃 cancer。喺 Facebook 咪無形中掃到亞西克蘇呢個產品，我喺入邊睇到係咪係針對於腸胃嘅，所以我就好認真咁樣睇落去，所以我就覺得呢個產品可以試一試咯。我之前都食過其他啲產品，好似冇咩睇到效果咯。自從我食咗呢個亞西克蘇，我就冇再去食任何其他嘅產品，都係因為佢嘅味道，佢嘅味道係有嗰種蔬菜嘅清香味道，非常之好飲。由我開始服用呢個亞西克蘇到而家已經4個幾月咗。之前嗰1個月期間係每日服用1條嘅，因為佢有好嘅效果產生，所以而家我都冇再有打嗝嘅困擾啊。而且又有營養師嚟配合我哋，教我哋點樣去食用我哋嘅日常嘅食物，所以無形中係咪大大嘅幫助到我哋咯？唔單止幫助我打嗝嘅問題，因為之前我好頻頻上廁所嘅，半夜好密上廁所嘅。但係當我服用咗呢個產品之後，咪哇我好開心喎，因為你廁所上少咗，改善我嘅睡眠，睡得非常之充足，人好精神咗。試問下有邊個願意日日食自己啲藥啊？你過日子呢？冇一個人會願意嘅，自己身歷其境啊，佢正知道。所以咪當我食咗呢個產品之後咪，哇！我真係解決晒一切胃嘅打嗝嘅問題，當然好開心啦。